咱他看所在路伊拉的高咯，俺们关系对肯定可个是，爸爸说是他给了，所以得赔了我就路，从给这边开的高嘛，怕没他家，俺们关进快为你可个咯，没可能关，有我说的可能关谁可个进快为，佢哋我了的高么跑我。cái số tiền các bé lão thì có số tiền số thông không trả lại số tiền đi pay lo sẽ là ông đang mà không mang cái lo tiền lẻ luôn bỏ lẻ tiền qua chưa còn nổi mà我看到黑嘛，看到怪对啊，我老看路，我把这hand套把处理，我跑，大概他们民警是知道嘛的，也是在少通红家去了。处理，我听我讲吧，我路还他车包一场，看是做奴，是在奴了，的搞了好看，我估开估搞个的呢，所以得赔了跑，这啥没叫了，从，就这下，给他搞定。我们见了家里面，各种小鸡开了，他得开路，得开个位置往下，我靠往下，说开，靠门开。我就改了加油跑，加油就先加2个麦酒。保住什么个这个还是俺啊，这什么玩意叫黑马的，什么个这个还保住，那干嘛来吃？就好的贵哦，要么好喽，要开始交去了，我就，谁来？那是喽，我来，俺嘛。靠嘛，要我搞对嘛，搞他那么些。那如果说咱这里8.5包路，你这种我不注意跑。cái là tụi tôi hỗ trợ không mà thì hết rồi lo
我们就路也少嘞，那路盖路，那就我们来就打包了挂下面，我就，这样年下来，我来我看嘛什么老外，我这里老外吧，马路老小姐要，像，个都要就他们收了嘛跑，把麦是掏开了，那你口盖没来我去，我是说掏开了，是少家的白路，哦，我们他的搞的，现在我给个都不来，老外讲。